民总理员拜见先长。将军请起。小弟乃是天庭东华使者，特来拜见将军。先长，楚民率领兄弟庖捷，专战千里，鼓骨成队，自知罪恶深重，更加无面见所有死去的兄弟于地下。请先长指示。不敢不敢。我师太上老君命我前来，就是要向将军讲几句话。遵老君发旨。将你宽听者，你生不能生，死不能死，忠义相传，进退两难。即日求仙修道，他日跳脱轮回便是。谨遵法旨。过时。人间的苦楚，皆由情欲起。就算讲是天上的神仙，也难过此劫。唉，天意如此，咱又搁何必违反呢？拜娘娘，唔知娘娘找青青有啥物代志？青青，你自道理讲转来，就敢若亲像有啥物心事？青青不敢，不敢。那安尼就是讲，你有心事。娘娘，我是想讲哦，咱算起来太上老君的蟠桃，先就做有应，唔知会用还是袂用的。既然你遐尔啊关心，是安怎？我还搁去一转？是。做热的吼，无我来甲你压好无？免，先啊，你会，你是查某，我是查甫呢。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，三哥，阮师父伊去太白金青呀，还袂转来，毋知你有啥物代志？是娘娘爱我来问太上老君一句话。等下，大家用你讲，即个我讲，啥物话？非得甲恁讲，你嘛毋知影。我看我也是伫遮等你师父转来才讲。伊当时转来，我嘛毋知，无你连讲才来好啊。阮三哥就要伫遮等，你莫啰嗦。爱等你家己等，水等阮无管，咱来去认真。好。三哥，你免入去。安怎？敢拢内底有违反天规的物件，惊叫我发现？毋是啦，迄内底是阮东华孙兄的房间。查某人是袂入去哦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要入去。哦，足忝的。我才有够用啦。我找个所在休困者。哎，唔莫阁想要坐伫遐拄啊！来，我来讲。啥代志啦？真奇怪呢，师兄前脚出门，师傅后壁就叫人去练剑。已经几啊天的主事，无压岁啊呢。哎呀，师兄无伫的，伊也毋知咱无压岁啊啦。这个有理哦。你看。哎呀，看啥？你看啦，这画画竟然会画起来。这就真奇咯。挖起来，你无一定哦，汤起会阁挖起来哦。迄反势哦。青先哥，阮遮哦是查某袂使来哦。这我知影啦，要毋过是王母娘娘爱我来啊。来创啥？要做一缕花。一缕花？阮遮无啥物花。敢真是嘞？是啊，是真实的。等下，
画师者为着这犯着重罪，敢讲恁两个人要甲共款？事业有灵，剑何动心？我知恁两个人忠心，是王母娘娘知影中华书才有这个劫数，所以命令我将这蕊花早转去化解。真的？真的？我甲恁无冤无仇，何必相骗呢？客气嘛好。孙仔转来看要安怎？你无听人咧讲，这是为孙仔好。有理哦。我看你这个妖女，以后要安怎害人？真的，我要安怎的啦？哎呀，真的，莫在咧拖洗啦，你来困就好啦。万一孙仔转来看无份，会讲马死啦。袂啦，你来困就好啦。过那一工，你甲孙仔早就袂去一日啊。打困就好，孙仔。你回来。孙仔，是王母娘娘叫清清姑娘来替去啊。水路太紧，拜见王母娘娘。免嘞，你即马已经是在座之客，何罪之有咧？
对即马起，你着叫牡丹踮伫我的身躯边陪伴我，小母娘娘，对我来。是。请假。东华师姐，你进来好无？我是专工来找你。找我？你顶下弄到我以后，讲出讲办代志，就要来邀你向我谢罪。东华师姐，你确实是一个真有信用的人。这是我应该爱做的。我问你，我迄腹肚咧？你还未向我赔罪，就要来行事问罪哦？请天假。顶一遍我弄到你，是我唔对，我甲你现实的。也毋过，我迄腹肚咧。东华师姐，这件代志我嘛唔对的所在，大家就小赌气，莫搁互相计较，好无？也毋过，我干那是甲你弄到尔。敢若甲我弄着尔？我遐尔无价值咯，你袂过去放毒哦？迄毋是毒，迄是是啥物？迄是。你讲啊！是安尼啊，请你讲。迄腹肚内底是汤剂。对，迄是阮三个人吼，千辛万苦到中武山哦，找两个当去啊。是啦。东华师姐，这你要哪解释？事到如今，我无需要搁隐瞒。也毋过清真真真实的。阿叔，你若无将迄腹肚还我，你就莫怪我对你无礼。东华师姐，你莫生气啦。你敢真是要伫迄腹肚？当然。哪里就害你啊？失的福地，真是好事多磨。袂底还是假？我想嘛是。这牡丹姑娘，牡丹姑娘，什么人在叫我？什么人在叫我？是我啦，兔仔啦。兔仔？啊，这个兔仔是倒一个咧跟我讲话？大兔仔啦。大个兔仔，你会晓讲话哦？当然咯，我得要1000块安尼。啊，1000块哦？会啊，我得要有1000年的道行安尼，我啥物代志拢知影哦。我真无爱相信你的话。啊无，我这个心肝伫咧想啥，你知影无？我当然知影咯，牡丹姑娘，我知影你伫遐想东华暑假啦。我约着咯，牡丹姑娘见笑啦。大个兔仔，你即摆已经知影我的心事，我想讲要拜托你，我是毋是会甲我东华暑假见面？你甲我倒帮忙好无？无啥物问题啦，小事是惊啦。不过，你个请查某来啊！什么请查某？你讲话啊，兔仔！亲姐姐，啥是恁姐姐？我真无遐大个福气，通啊做一个坐女的姐姐。亲姐姐，你好啊，明天摆你约我。无等，我问你，你拄则徛咧遐是咧创啥？安那？想要做贵妃哦？敢就按我来奉太你？无等，我甲你讲，你也知影，娘娘留你遮做宫女，是要互你这个坐女有一个自信的机会。想袂到，你竟是讲你真正要做一个贵妃，搁伫遮咧贫惰。你是咧哭啥物？你敢唔惊你哭出来目屎会将这涂骹的花草都当死啊？好啊，喊你半工以来将这个花园整理个清楚，而且爱将这涂仔顾好好，
考试哪有啥物差错？你看安怎处罚你？是，哇，这大量的汤，唔知会说这是一个偌好的饮。请问，头拄迄位啥物人？伊是强女牡丹。启禀玲玲，玲珑苏太主求见。请伊入来。是。苏太主，报告王母娘，国王特别派我来索取灵丹，令我珍珠买落一箱作为报答。玲珑是我的好朋友，送伊灵丹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何必多礼？小小的薄礼，请您有孝了，令我小王也有代志相见。你讲，宫中内底虾兵虾将，只干那做粗工，啥物都袂晓，所以小王头拄仔伫咧花园看到一位牡丹，性情非常的温和，请娘娘看在小王一片好心之上，会当就牡丹赏赐予小王，等于丝毫就赴啊。牡丹才出世无偌久，毋捌伊哩，暂时等一段时间，老身会教伊一寡医理，然后派伊去练功，伺候灵王。娘娘啊，苏太叔啊，真正是一片的好心呢。苏太祖，你有这片的好心，灵王一定真欢喜。何必牡丹一定爱去，是毋是，苏太子？我看安尼是好啊。灵丹即马还伫咧太上老君遐练做，等若是练好，我自然会派人送去。好好，转来转来转来。苏太主，我看你心情闷闷不乐，到底有啥物代志呢？你落，莫谈了还我啦！苏太主，我看我叫几个查某囡仔来陪你啉烧酒，好无？咱龙宫内底查某囡仔，大家都粗脚粗手，都无一个当同妖帝宫的牡丹比嘛。原来就是安尼，这简单啦。你看有啥办法？参见师傅，唔知师傅叫提出来有啥物吩咐？东华，为师命你送九转仙丹到东海，到海陵王池边，你速去速回。提出说明。苏太主，四季直直找，甘知某等你倒来倒一搭，你直直找无？直直找人找无？我哪知你大，那就何必你找我来咧？是。牡丹啊，牡丹，亲姐姐，什么代志？娘娘明仔载要去蟠桃园，你较早起来准备。是，我知影。
梁王，你量体欠慢，搁互你亲身送行，实在是真感激。哪里，东华书记，互你亲身送药来医病，本王非常的感激。无互我送行，本王内心不安。梁王，你实在是真客气。东华过时，无送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给我放开！你放开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东华书记，你进来救我！请问苏太子，这位姑娘是啥物人？东华书记，你看小王眼光如何？这位乃是姚天江王母娘娘上疼惜的宫女，名叫牡丹。东华书记，你进来救我！苏太子，我敢会用个问这位姑娘几句话？当然可以。多谢。这位姑娘，你是？东华书记，原谅我袂当大力参拜，多谢伫东鲁山你救命的恩情。这位姑娘，你是？行路不行，不行路行。行路不行，不行路行。纯情无罪，随伫我心。摊记，摊记，你即嘛到底咧讲啥？摊记，真是你。王母娘娘以无变法力再做小女子，小女子即摆的名就是牡丹。你即马叫牡丹？摊记已经死啊，牡丹就是伫遮在受苦。好，那我讲偌济啊，牡丹姑娘，你若愿意地我保你荣华富贵。苏太子，这位姑娘甲在下有缘，希望看在下的面上，将伊交互我。交你用哩，你3工后才来领啦。袂用的。3工若袂用哩，2工总会使。1工嘛袂用的。既然安尼，看招！东华，你要较小心嘞。东鲁山的罪女摊记被东华救回堕入宫后，变成一蕊牡丹花。牡丹花被吴青青用远古身体来烧焦去，加在是瑶池的王母娘娘用陶器甲莲叶再造摊记，而且号名叫牡丹。受到玉皇子影响的吴青青一直不满着王母娘娘对牡丹的疼爱，伊会阁用什么办法来对付着牡丹呢？专门汇集7000玉玉的玉皇子，道出着堕入宫了后，伊会阁惹出什么代志？东华使者发觉着牡丹花已经打去，非常的伤心。伊想讲伊无法度阁见着摊记了，谁知影讲伊奉着太上老君之命，送药到东海灵宫的时阵，才知影讲灵宫四太子所掠的宫女牡丹，就是摊记的化身。东华使者为着救牡丹，甲四太子大战一场。伊一救摊记，二救牡丹，牡丹是会用什么办法来报答伊？因安尼做是毋是会违反着天律的？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收看到精彩好戏《吕洞宾》。